台东的森林公园出现真侪外来种的红面鸭，游客会捡物件甲因吃，使甲公园愈舞愈垃圾，嘛惊会影响到当地生态。台东县政府甲当地部落联手，甲红面鸭处理掉。一辆撇啊，腊青拢上阵，部落的腊人要来掠鸭。就是他们交配。 日就夜里，这鸭插翅南飞，这是台东市森林公园外来种红面鸭，规定伫湖面里收水，模样真古锥。也过有真侪游客违规甲因吃，或者红面鸭一直断，慢慢危害到本土的生态。台东县政府甲保松部落合作，做好要消灭这外来种。 原来不属于这个地方的那个家禽，就是那个红面番鸭哦，抓来这边饲养。像他们都会放面包啦、面包屑、菜渣、高丽菜叶等等的，然后就造成环境脏乱，然后野狗也会来咬食。 经过了解，2年外前有人将红面鸭放伫公园的零食湖，有真侪游客甲民众用高丽菜放伫间吃，所以这个族群呢，成长到差不多20只，甚至有野狗买来，造成环境的脏乱。 这边是我们森林公园，是属于卑南溪口国家级湿地的范围内。它本来就有这边的丰富的一个生态，我们不希望因为人为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造成对这边环境的破坏。 台东县政府过呼吁讲，咱的乡亲千万唔通饲，嘛唔通乌白放生。这摆嘛真罕见，公家单位甲部落的合作去猎这个鸭，除了成功灭掉这个外来种，掠到的鸭嘛好，这个族人会当寒天进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